反而冇佢咁好添。嗱，同埋咧，加袁正和個發球嘅交位喺梁英志更加好嘅動作。大家亦都睇下袁正和咧自己啊，雖然係冇波喺度，佢亦都嗌又一個上傳。咁啊，我哋再睇下，然後一個高拋，又係，但係呢個波咧逼到啊袁正和離台有機會啦，兩邊大角啊！忽然間啊，俾個開波轉發球嘅時間咧，定一定神咧，有可能啊睇到教練咧打手勢叫佢開咩波啦，擋唔住㗎。啊，趙志敏一個高拋離晒台啊！呢個波啊個身啊太橫啊，因為佢打橫14-11。咁嗱，睇佢台面快撥啊，逼住一開波個衝嘅，一開板衝5-13，應該開個短㗎。果然間開個短，但係趙志敏咧即刻快撥，果然間搶攻得手啊！一和發球反手嘅，一開個短嘅即刻撥啊！趙志敏轉發球，趙志敏開波，又開個短嘅，咁啊袁正和即刻閃身搶攻先。啊，第二板已經攻㗎啦！嗱，一開嘅時間啊開得好嘅，跟住咧就睇準啦。呢個有一個高拋開逼埋身，跟住兩板快撥，好快嘅趙志敏。一開趙志敏即刻搶攻啊，好波！打兩又開，佢亦都睇下對方企位，反手短台逼住，跟住咧一個正手咧就快壓咧再贏一分，以21-18咧先勝一局㗎。Game 2, 21-9. Up to a 10-7 lead.一閃身睇準，一開板短嘅趙志敏即刻搶攻，和嘅。嗱，趙志敏咧睇對方嘅企位，然就開，又開個短嘅，對面咧冇法子起板，嗱佢又閃身拉板，利用咧佢嗰個反手啊離台啊快撥，啊但袁正和亦都好正，第一板咧就打落去中球咧，最中意就打板中路咧係攞高個波嚟跟住殺嘅。咁近年來已經係比較運動員少啲，咁現時啊佢哋咧又係打翻呢個戰術。咁為咗勝利梗會㗎啦。不過尤其是呢啲一級運動員咧，肯定可以嘅技術啊，肯定可以打到嘅。喺袁正和點樣發球？10-16。第一開波咧，嗌呢板啊，好可惜啊！最多分11-16，相差5分啫。啊，趙志敏有機會啊！你台面袁正和發球，一開個直線跟住個快壓。咁啊，趙志敏啊打嚟嘅手㗎。咁啊，兩邊攻亦都唔怪得南韓咧，就出現咗嚇佢哋直板快攻而打反手嘅位啊。咁雖然結果啊，就呢個趙志敏咧以21-13咧就係贏咗嘅。咁啊，替中國隊咧就係再拎一分。咁趙志敏咧贏得相當之輕鬆啊，第三局。